咩係十誡呢？罪係違背對人對天主嘅愛。天主為咗指引佢嘅子民，乜嘢行為係符合愛主愛人嘅要求，乜嘢行為違背咗呢個要求，佢頒布咗十誡。雖然呢個事件係響以色列民離開埃及嘅時候發生，但係十誡依然係理想嘅道德標準，指引我哋嘅良心。天主教一般將十誡分為兩組，前三誡關於天主，其餘七誡關於我哋嘅社會生活。第一誡，我是上主，你的天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你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意思就係呢位超越世界、超越所有屬世事物嘅天主喺我哋生命當中必須係首位。第二誡，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呢句話係講我哋應該以敬重嘅態度對待天主嘅聖名同埋所有神聖嘅事物。第三誡，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意思係我哋應該喺主日參與感恩祭，並且喺當日好好休息，放低不必要嘅工作。第四誡，應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家庭關係應充滿愛同埋尊重。第五誡，不可殺人。意思係唔可以侵犯無辜者嘅生存權利。當然，我哋亦都可以將第五誡稱之為應當尊重生命。酗酒、煙癮同埋吸毒呢啲行為摧毀生命，所以亦都係違反咗第五誡。第六誡，不可姦淫。意思係我哋將婚姻、夫婦之愛以及與之相關嘅一切視作為神聖。第七誡，不可偷盜。意思係必須尊重其他人嘅財產同埋權利。呢個包括公平對待其他人。響學業方面就當然唔可以出貓啦。第八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你的近人。意思係身為基督徒必須致力維護真相，唔可以講大話，而且絕對唔可以以欺詐嘅手段傷害他人。第九誡，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子。呢一誡當然適用於男女雙方。呢一誡亦都要求我哋避免一切可能引發別人貪欲嘅事物。第十誡，不可貪你近人的財產。意思就係我哋必須對抗任何形式嘅嫉妒同埋貪婪。呢度簡單介紹咗十誡。十誡係好好嘅指南針，總係指住人嘅終向，亦即係與天主同在。